大家好，我係 May 姐，今日咧帶大家過嚟睇中山嘅坦洲錦繡國際花城啦。嗱，呢度我哋到售樓部過嚟睇下我哋嘅沙盤啦。依家我嘅位置咧就喺營銷部呢度啦，呢度就係我哋營銷部，上邊咧佢係做嗰個酒店式一個公寓。嗱，你可以睇到咧，我哋成一個小區咧，佢係分4期開發嘅，有16年嘅千畝完成嘅，可以睇到20方嘅一個生態湖景，同埋4公里一個環湖跑道喺呢度噶啦。而且咧，佢仲做咗呢個公交車站，可以入到我哋大門口，一直通到我哋成個小區呢度個終點站喺呢度噶啦。可以睇到呢個小區係非常之大嘅。依家咧，我哋主推嘅咧就係我哋嘅7棟同埋3棟。你可以睇到我哋3棟呢度咧，去睇成個小區嘅湖景，非常之靚嘅。佢嘅示範單位咧可以做到89平方同埋112平方、129平方嘅，可以做到4房。佢嘅使用率咧去到130%左右㗎，所以佢單價去到1萬多啲就可以攞低㗎啦。而且咧，你加3萬蚊就可以攞低一個產權車位㗎啦。呢個小區咧，佢好多香港人到呢度買嚟度假或者自住投資都非常之適合㗎。佢到我哋香港、澳門都非常之方便。依家佢有直通巴士可以到香港嘅，橫琴、澳門都冇問題嘅，生活配套非常之齊全。跟我哋去睇下區域啊！嗱，呢個咧就係我哋規劃圖嚟㗎啦，呢個就係錦繡國際花城㗎啦，有個坦洲快線可以通到我哋個三武店嗰度，大概又係15分鐘啦。過嚟到我哋嘅輕軌咧一樣嘅距離嚟㗎。跟住咧到我哋香港咧港珠澳大橋呢邊咧，只需要20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到㗎啦。而且咧香港呢邊咧有直通巴士直接到我哋個太子同埋荃灣嘅，每日咧有2班車。嗱，你可以睇到早上8點半同埋晚黑嘅話9點20分就可以分2班車可以到香港㗎。呢個小區嘅配套非常之齊全㗎。嗱，你過嚟睇下，佢有8所嘅公辦學府，同埋公辦3所嘅幼兒園、3所小學、2所中學。成個小區咧，佢又做咗商鋪嘅，所以咧佢嘅生活交通同埋讀書咧都非常之方便。而家我哋去樣板間睇下，萬萬冇諗到110平方嘅房，竟然可以做到150平方啦！可以睇我哋陽台呢邊推出去咧，望成個小區嘅湖景非常之靚，可以做到南北通透一個戶型。睇下我哋啲客廳，非常之開闊個客廳，U 型一個廚房可以做到開放式啦。再過嚟睇下我哋日富花園呢邊咧，做到有一間老人房喺裏邊噶啦，贈送面積係非常之多嘅，可以做到130嘅使用率非常之高。依家我哋去休息區呢邊睇下。